我是誰？我知你是誰？舊情再復聚，知識把悲節空梅，莫不是陪冇錯係陪雨，慘悲太為囚居，相夫淚，朝朝晚晚垂紅淚，擔驚受苦此生悲漸佢。難言已心碎，再請君試問何以把身退？急碎交戰決罪，被捉黃金與翡翠，去不推將我索身回。疑還滿心裏，常記得丈夫錯落茶話鬧事天差在，而家傻女，險些跌落火堆，嘈住先。你這一方我是誰？哎呀，佩來，乜係你呀？係啊，好彩我喺度咋，如果唔係，你差啲又中招啦。你記住，騙徒會打電話同你閒話家常，誘導你估佢嘅身份，等你講出個名，再冒認嗰個人，然後用各種藉口借錢救急。遇到猜我是誰嘅時候，要記得直接詢問對方姓名，試探對方身份，致電其他親友確認。遇到借錢或者緊急求助嗰陣時，要務必冷靜求證。如果需要嘅話，可以致電防騙易熱線1822求助。咁就萬無一失啦。